這個是一個我們比較懷疑的一個事情啊，就是诱發他暈厥。前幾天他玩手機，他爸抢了手機踢了他2腳，非常就是情緒激动，然后哭了好久。他說大宝，喝着就是很暈很痛啊。我看他那樣子，我生怕他就暈了。我說你別暈了，我說。他爸踢了他2腳。那肯定踢啊，他喊他吃飯了，半天没來，在那玩手机。就是您把他一個人丟這裡，你不擔心他的情緒嗎？哎呀，當時而且他10幾歲的人了。12歲才。對呀。他自己還是蠻獨立的。我有在問他的情況，他說沒關係，他自己在這裡蠻好。對呀，他自己手机有錢。他自己沒有心理有問題吧？就之前在家裡，情緒方面的狀況。他說他在學校裡有什麼重度抑鬱症。我說你是那啥，说我們偏心妹妹什么的。好，可以了。我都可以走了吧？做手術你不陪着嗎？那没什么，你不說就是開個小口。是開個小口了，但是你小孩在這做了手術，身上開了刀，他出來一個人在這裡躺着。一個人在躺着，我在下面，他帶到的我妹。我雖然是醫生，我不是這個家庭輔導啊，但我覺得你這小孩一個人丟在這裡，還是他自己心裡多少會有點不舒服啊。他會理解的。他會理解的是。他蠻聽話的。行，好。讓我去交個費。對，你去交個費。那個醫保他又沒有身份證，怎麼登法又？去外科樓1樓醫保科。今天做手術啊，感覺你適應能力還蠻強的。今天上台不緊張噻？對。就是一個小口子啊，沒什麼關係。走。